第22章偷盜與賠償的條例。人若偷牛或羊，無論是宰了是賣了，他就要以5牛賠1牛，4羊賠1羊。人若遇見賊或掘窿，把賊打了，以至於死，就不能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太陽已經出來，就為他有流血的罪。賊若被拿，總要賠還。若他一無所有，就要被賣，頂他所偷的物。若他所偷的，或牛或驢或羊，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賠還。人若在田間或在葡萄園裏放牲畜，任憑牲畜上別人的田裏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間上好的和葡萄園上好的賠還。若點火焚燒荊棘，以致將別人堆積的禾捆、站着的禾稼或是田園都燒盡了，那點火的必要賠還。人若將銀錢或家具交付鄰舍看守，這物從那人的家被偷去，若把賊找到了，賊要加倍賠還。若找不到賊，那家主必就近審判官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沒有。兩個人的案件，無論是有什麼過犯，或是為牛、為驢、為羊、為衣裳，或是為什麼失掉之物，有一人說這是我的，兩造就要將案件稟報審判官。審判官定誰有罪，誰就要加倍賠還。人若將驢或牛或羊或別的牲畜交付鄰舍看守，牲畜或死或受傷或被趕去，無人看見，那看守的人要憑着耶和華起誓，手裏未曾拿鄰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罷休，看守的人不必賠還。牲畜若從看守的那裏被偷去，他就要賠還本主。若被野獸撕碎，看守的要帶來當作證據，所撕的不必賠還。人若向鄰舍借什麼，所借的或受傷或死，本主沒有同在一處，借的人總要賠還。若本主同在一處，他就不必賠還。若是雇的，也不必賠還，本是為雇價來的。人若引誘沒有受聘的處女與他行淫，他總要交出聘禮，娶她為妻。若女子的父親決不肯將女子給他，他就要按處女的聘禮交出錢來。其他條例。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，凡與獸淫合的，總要將她治死。祭祀別神，不單祭祀耶和華的，那人必要滅絕。不可辜負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壓他，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。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，若是苦待他們一點，他們向我一哀求，我總要聽他們的哀聲，並要發烈怒，為刀用刀殺你們，使你們的妻子為寡婦，女兒為孤兒。我民中有貧困人與你們同住，你若借錢給他，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。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，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。因為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，是他蓋身的衣服。若是沒有，他拿什麼睡覺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應允，因為我是有恩惠的。不可毀謗神，也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。你要從莊稼中的穀和酒釀中滴出來的酒拿來獻上，不可遲延。你要將頭生的兒子歸給我。你牛羊頭生的也要這樣，7天當跟着母，
第8天要歸給我。你們要在我面前為聖潔的人，因此田間被野獸撕裂牲畜的肉，你們不可吃，要丟給狗吃。第23章，不可隨夥散布謠言，不可與惡人聯手妄作見證，不可隨眾行惡，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行，作見證毀謗正直，也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人。若遇見你仇敵的牛或驢失迷了路，總要牽回來交給他。若看見恨你人的驢壓臥在重馱之下，不可走開，務必和驢主一同馱開重馱。不可在窮人爭訟的事上毀謗正直，當遠離虛假的事。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。不可受賄賂，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，又能顛倒義人的話。不可欺壓寄居的，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安息年，6年你要耕種田地，收藏土產，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種，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吃的，他們所剩下的野獸可以吃。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照樣辦理。6日你要做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使牛驢可以歇息，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。凡我對你們說的話，你們要謹守。別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從你口中傳說。當守的3個節期，1年3次，你要向我守節。你要守除酵節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期，吃無酵餅7天，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，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，又要守收割節。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的初熟之物，並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節。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見主耶和華，不可將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餅一同獻上，也不可將我節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地裏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復述引以色列民進迦南的應許。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護你，領你到我所準備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來的，你們要在他面前謹慎，聽從他的話，不可惹他，因為他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。你若實在聽從他的話，照着我一切所說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敵作仇敵，向你的敵人作敵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領你到亞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那裏去。我必將他們剪除。你不可跪拜他們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們的行為，卻要把神像進行拆毀，打碎他們的柱像。你們要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，他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，也必從你們中間除去疾病。你境內必沒有墮胎的，不生產的。我要使你滿了你年日的數目。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裏的眾民在你面前驚駭擾亂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敵轉背逃跑。我要打發黃蜂飛在你前面，把希未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
攆出去。我不在1年之內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，恐怕地成為荒涼，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。我要漸漸地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數加多，承受那地為業。我要定你的境界，從紅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從曠野直到大海。我要將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，不可與他們並他們的神立約。他們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們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們的神，這必成為你的羅網。第24章，耶和華召摩西登山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和亞倫、拿答、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70人都要上到我這裏來，遠遠地下拜。唯獨你可以親近耶和華，他們卻不可親近，百姓也不可同你一同上來。摩西下山，將耶和華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。眾百姓齊聲說：耶和華所吩咐的，我們都必遵行。摩西將耶和華的命令都寫上。清早起來，在山下築一座壇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發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獻燔祭，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。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盤中，一半灑在壇上，又將約書念給百姓聽。他們說：耶和華所吩咐的，我們都必遵行。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，說：你看，這是立約的血，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證據。摩西、亞倫、拿答、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。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，他腳下仿佛有平鋪的藍寶石，如同天色明淨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們觀看神，他們又吃又喝。摩西再上西奈山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上山到我這裏來，住在這裏。我要將石板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，使你可以教訓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起來，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對長老說：你們在這裏等着，等到我們再回來。有亞倫、戶尼與你們同在，凡有爭訟的都可以走近他們去。摩西上山，有雲彩把山遮蓋，耶和華的榮耀停在西奈山，雲彩遮蓋山6天。第7天，他從雲中召摩西，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形狀如烈火。摩西進入雲中上山，在山上40晝夜。